台语散文连江陈革民作。学校的树仔青青，红红花红红，金黄的阿婆乐嘛开甲真热烈的款。若要转去看你，敢也有另外一天。错过的姻缘，咱一世人可能无机会转去迄个原点，重新来过。错过的姻缘，咱总算了解人生无常，学会晓渐渐接受。以前，咱是行见老师的人，因心目中的咱聪明乖巧，是因用心压过水，也过肥的幼燕。咱应该亲像因的期待，一天一天大汉，变成一丛大树仔。毋过，咱无，咱伫社会上过了无好，无啥物大出脱，要用啥物面转去母校，甲老师报告咱伫倒位做啥咧？咱甲老师讲，连工才找时间转去看你。一句话变成空壳支票，永远无机会伫消失的时光银行兑现啊！新闻逐工一直重报，日本大地震的画面，一张一张，乌白相片的定格，咱深深感受无常的压迫，悲心升起来，目屎一滴一滴骨落。无应该有人讲报应，伫众生受伤的空喙头顶抹盐。无应该有人看人痛苦，无要无紧，责备啼笑。敢无应该感同身受，将心比心。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救苦救难的是菩萨，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。圣严法师讲过一句话：因用因的苦难，互咱知影珍惜身边的幸福。敢无应该感谢因的示现，珍惜当下，生命无常。咱爱善待所爱的人，灾难一过，大家是毋是又搁豆豆仔袂记哩？灾区重建，有心的妇女抱着新生红婴仔的老人，面对过去的伤心，同款坚强，充满希望，乐观看待未来。每一个人会重新转去生活，同款为开门的七件代志，落入家己的身躯，袂记得家己的心灵需要喘气，继续插头迄一款，无注意身边爱你的人。导师，连工我去看你，我伫电话中讲甲今嘛也未去看你，你竟然雄雄破病，走去跳远的天国旅行啊！国文老师，连工我找同学转来看你，嘛无想到，你竟然一退休，就去深山哪内，无一件清静的服饰出家啊！连工，
就是毋知倒一天，我讲的练功无机会实现。导师含阮天人永隔，国文老师含阮变成风内风外，生活伫两种无同款的世界。老师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去倒位看你啊！要安怎去弥补这种失约？敢也有另外一天？